为无案，系以此作业嘅素材，让人本意猜词吵闹。小姐，歹势啦！我家下啲后院看到汉种树开花，便起了一时来本小姐啊。汉种树，汉种树，天无法，长篇寂寂。小姐，你係唔係又想起了昌平公主啊？约定，明年将后院嘅汉种树好好整理一番，也为某日嘅事情退下吧。晓得。不知不觉，五秋春年过了，长平之际，你已驸马两年可好？在县县里的两年，高真才添一对别意了，才替也生连理的。每拜虽然爱非到为无案，看见对你发强，亦都为无案嘅汉状书，都会想起公主自己，想起心意，一叹乱世情意。流金带上阵，冷风听风鸣，空对会是今宵几多数。遵命。公主有命，命太傅做对之子，朱世贤奉台觐见。娘子。快来呀！
了桥，民皆当义，错话之间，潇洒当义尽逍遥。且慢，谢贤，万岁对长平公主宠爱万分，请将众送民族，满朝公府见到其多行太礼。你记得，定家拜见公主不可抬头，长安也不可张望。公主有所问，该讲的你就讲，那是一生太监私酒嘛。呀，意思是如何算起嘞？哎呀！看你不用面貌，多尊称，流眼却要啊，万众笑，是干人不用变，随流插，世上啊，岂有灭笑？最爱经典。沈太仆左都尉之子朱世贤叩见公主，浅浅所爱。平身，恰公主，朱世贤，才人云男人膝下有凤剑，为何只有求凤梨？敢问是有不幸，如何为数呢？公主，相爱出入宫廷，东行宫里。公主是天下五子一番，用何一年把天下男儿侮辱？敢问五有四德，又是如何为数啊？朱世贤，三次领长，只写下蔡千秋，一得朝臣办理朝政，同样一次，求以凤台，见其诚心，未见其处啊！公主，念你发此心上，此令出于学门。我虽无今天为天该本领，却有怜香惜玉该习意。无奈人不以真诚相对，我又何必以身心相投啊？少来，走吧，走吧。为师的狗是金主，随旁向郎你送走，家一笔穷穷有意，为风吹狗一重陪。恰公主玉素是穷相，爱真情你明也到了，甘露为家，玉璧最为奇，最难得的面目两边笑。彩凤乍风衣呀用吹，金衣兰纱用飘飞。
但求凤台作头面。福建汉中所一天千年，用得情谊合破同丛树，用得情谊合破同丛树。各卿家，公主。主虽贤，他提起汉中书，报得本宫有感才是，我想应是一书。神虽然讲唔係专門解釋，但是也唔好曲解釋中意。公主，請上书汉中洪用了。千年河南青多狗，但愿连理从旧才，不向人见。奴拍腿，微臣陛下，因是暗听三神言，本人七八。孙儿将鳌头，在此告辞公主撇凤台，日后不用再设求封宴了。太微臣前往今天禀报万岁。苏虽贤，公主。你可的也从汉中书，对着本宫来讲，还有何意义呀？难的，此书对着公主，也个意义有结沉重。不过此生，那愿意以此书穷用，从采了一发天堑。保护公主，永攀相随。主虽贤，希望以后你的医疗汉中书一用，用陪在我身旁啊！中兵我
受礼。谢万岁。万岁，今日虽然无任何改变，不过万能披冠此书，太师也已经赴军南京，文王、平王，妾身已经告本嘉庆王府，主愧遣使扶摇。万岁，你有何用长叹呢？自从孤王此生所爱的，就会重平公主，只将四方水乱，天火烽烟呐！万岁，地铺已经为长平挑选驸马，从700名之中挑中太傅之子，已经有2个卿家买了朱世贤，觐见公主，但不知敢能得到公主赏识了，万岁呀！也有意爱，蒙爱子，所以都要回家。果真，一代太傅之子，觐见公主，究竟事情如何了？万岁呀！万岁，娘娘请放心，这2日在汉中树下试论坛，热花个挂灯前站，太仆仪郎大风盘。为是太现太傅之子朱世贤送两庭，遵命。万岁有旨，太傅之子朱世贤送天见驾。良子。神见驾，我祝万岁！小弟平顺，且万岁！朱小琪，过年一表人才，玉树临风啊！寡人问你，你多大学问，寒气习文？
能得到公主的赏识嘞。万岁，微臣愧无公权，hen存妙笔把法上。哦，哈，国王息问，你也息问，乱世之中，文章何所用？见见破碎江山，强将难挽救啊！万岁，微臣秉承天子宠文何之意，忘不了生死为ही破难呐。讲得好，本无此动无强从，迄国王一时兴奋难平，朱世贤面前堂风。万岁，此奉世贤驸马强，即今日扬起玉铺娘。恰万岁，哎，好贵口咯！恰父王。参见万岁！为何至今尚外，怎顾降天呢？万岁，不该初沙村挑开忠义门，你从重启青衣府上门外一批攻破。